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平安。今天3月14日，在今天的早晨，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要一起来敬拜，一起来到上帝面前领受上帝的话语。上帝的慈爱永远与我们同在。虽然我们遇到了许多事情，虽然我们看到许多不公义的事情，然而在当中，也要来经历上帝的同在，上帝的慈爱。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将自己摆上，交托在上帝的手中。我们一起来敬拜。你的慈爱不动摇，你的爱是长阔高深，你的应许不更改，我一生歌颂你的爱，你的慈爱不动摇，你的爱是长阔高深，你的应许不更改，我一生歌颂你的爱。你的慈爱不动摇，你的爱是长阔高深，你的应许不更改，我一生歌颂你的爱，你的慈爱不动摇，你的爱是长阔高深，你的应许不更改，我一生歌颂你的爱，
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慈爱不动摇，你的爱是长阔高深，你的应许不更改，我一生要歌颂你的爱。主啊，让我们去经历这样的恩典，你就在当中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生命里面有你的慈爱，让我们生命当中有你的爱，你的应许与我们同在。就如同以色列人，他们经历了主你的带领，经历了主你的应许。主，让我们用一生来高举我们的双手，来歌颂，来赞美你，开我们的口来敬拜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的手中，愿我们所摆上的是你所悦纳的，愿我们今天的聚会你与我们同在。献上我们祷告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平安，今天3月14日，我们要一起来领受、一起来读的经文，在诗篇第52篇第1节到第9节。诗篇第52篇第1节到第9节。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一起来领受今天的经文。有权势的人啊，为什么作恶自夸？上帝的慈爱永恒不变。你的舌头毁灭别人，像锋利的剃刀，你不断地制造是非，伤害人。你喜欢邪恶，厌恶良善，你爱虚伪，不爱真理。你这骗子啊，你总喜欢重伤别人。因此，上帝要彻底消灭你，他要抓住你，从家里把你揪出来，他要从人间把你连根拔除。义人看见这事而畏惧，他们要嘲笑你说：看啊，他就是不依靠上帝的人，他只倚仗自己的财富，自己的邪恶。至于我像长在上帝家里的橄榄树，我永远倚靠他不变的爱。上帝啊，你的作为我永远永怀感谢。我要在你的子民中宣扬你的美善。我们今天经文在诗篇第52篇第1节到第9节，让我们再有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领受，来默想今天的经文。
大家平安，大家早安。在今天的早晨，我们又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要一起来到这当中，我们一起敬拜，也在这里面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。当我们透过诗篇，我相信我们可以听到了许多的东西，在当中不断的提醒我们，在当中，当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反省的人，我相信这些话语都成为我们很好的帮助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，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我们一直在抱怨上帝，你一直为什么讲我？而是还是觉得读了那么多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，或者读了这些，发现哇，我们真的要去审视我们每天所讲的话，这些话语当中是不是伤害了人？当然也来看我们生命是不是因此被伤害了。所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也看到，这是大卫在这里面他所经历的一些事情。大卫经历了他所做的，而这些我相信也都在上帝的眼中在发生。他去到殿中去跟祭司要了一些东西，而别人看到了，这成为别人手中的某些筹码，去跟扫罗王邀功，去做了一些事情，导致这个祭司的家族或这个群体有80几位就这样被杀死了。若你是大卫，你会不会心怀不平？会不会觉得为什么他们要做这样的事情？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做？虽然大卫去到那边的时候也看到那个人在那边，他已经很低调了，但是也被发现，而且也看到这个人所做的事情。所以当中，当这诗人、这作者所写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也让我们来看，是不是我们也有这样惊叹？有权势的人为什么作恶自夸？上帝的慈爱永恒不变。所以这当中，我们有没有看到最近的新闻也是如此，作恶自夸，就觉得我做了这么好的事情，我把这些事情做完了，但是有没有发现？当这些事情被摊开的时候，即使这个人是基督徒，这些事情被摊开的时候也是一样。所以我们常常会发现，有一些人甚至是我们自己在自夸我们所做的事情，然后是不是坏事，其实我们知道，我们会去把它包装，要让众人觉得我们做的是好事啊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，外行人看热闹，内行人看门道。其实有时候也要感谢主，让我们看得懂一些事情，明白了这些事情，并不是像外表的这样好像很漂亮，事实上里面藏污纳垢，事实上里面是在作恶，给你一些小恩小惠，但是外面看到的东西跟里面不一样。所以这些权势的人，他害怕被人家看见他做坏事，所以当中他做了这许多的恶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现在社会有很多的方式可以把这些揭发出来，但那些来揭发的人要承受很大压力，那被揭发的人会去施压。所以当中讲到有权势的人为什么作恶自夸？上帝的慈爱永恒不变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很大的差异，有权势的人作恶，而且还自夸，会让你恨得牙痒痒的。但是回来还讲，上帝的慈爱永恒不变。这作恶的人，舌头会毁灭别人，像锋利的剃刀，不断的制造是非，伤害人。还记得我前几年所遇到的事情一样，这许多人他们一直在施压，一直在用很多压力，一直用各种的方式，而言语当中也一直用很多方式在羞辱你。
而在这里面，其实我们也知道他们在做什么。那当我们在那个位置的时候，我们在承受这许多的压力。而这些人，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些人他生命的破碎。这些人不断用舌头去毁灭别人，其实他们的生命是破碎的。他们有极大的不安全感，有极大的害怕、担忧在这当中。但他反过来用这样的方式去伤害别人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舌头毁灭别人，像锋利的剃刀，不断地制造是非，伤害人。所以在这当中，我们看到好像很光鲜亮丽，但是在这里面也看到这些人，他们不断的制造是非，不断的去伤害人，而这当中好像是为了要保护他自己不被伤害。在当中包裹了许多，让很多人很感谢他，但是他们没有看到他们在做什么。而有一天，这些人也会被他们伤害。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人就是如此。而你呢？对我们来讲，我们自己的生命是不是如此？也用舌头去毁灭别人，也用舌头去伤害了许多人。我们所说出来的话是伤害了许多人，还是我们说出来的话可以去造就、劝勉、安慰许多人？这很不一样，这所带出来的果子差异很大。你喜欢邪恶，你爱虚伪，厌恶良善，不爱真理。所以这样的人所显现出来就是如此。所以即使我们在教会很久了，很多时候我们也可能是如此，喜欢跟那些邪恶的，喜欢那些虚伪的。所以在这昨天的经文，在前面的经文，也都让我们去看到，其实上帝要我们所献上的是那真实的。所以我们一直在讲，我们要有真实的敬拜，要有真正的敬拜在当中。当我们的敬拜是跟圣徒们一起的敬拜，跟天使天君一起的敬拜，当我们献上自己，完全的来到上帝面前，这才会比较能够有这样真实的敬拜在这当中。你喜欢邪恶，你喜爱虚伪，所以这样的人很自然的也是厌恶、厌恨良善，不爱真理。有没有看到，当我们在教会当中，有些人所表现出来的，让人家看到啊，好像他会参与教会，好像有在读圣经，但是追根究底，你会发现他不爱真理，他厌恶良善，他的生命里面很糟糕。而这样的人也会去指责你，你为什么说我？其实有时候我们没有在特地的指谁，但这些人会很敏感的说，你为什么说我？你为什么评论我？其实对我们来讲，我们不用特意的指谁。当我们的生命跟着主来走的时候，我们会很谦卑。所以像谦卑的人，也不会觉得哎，这都讲我哎，哇，这很好的鼓励都是讲我。但是那些作恶的人，他就会非常的敏感。当我们在讲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他觉得哎，又讲我了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讲的时候，也不一定会想到他，也不一定会想到这些人，也不一定是要攻击他们，但他们就会自己跳进来，所以你为什么讲我？其实当中也知道他们自己这样做是不对的，所以他们害怕被讲。所以当中我们也看到上帝在提醒的，这边讲到说，你喜欢邪恶，厌恶良善，你爱虚伪，不爱真理。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地方也是如此。以前都听说韩国人不化妆不能出门，泰国人、日本人，而现在也很多时候会听到说，中国有很多网红，如果
忘记开美肌就出事了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生命里面也是一样，我们是不是常要化妆，常要用开美肌，想要用这样的方式让人家看到你美好的一面？但是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的教导不一样哦，让我们回来看到我们真实的那一面，而不是虚伪的，让我们亲近那良善的，让我们领受真理。所以这当中，不管是我们教会一直要大家一起来读经灵修，或者是许多教会他们在做查经，其实都是让我们去明白上帝的真理，去领受上帝的话语，真实的进到与上帝的关系，而不是去做那些表面片面的事情。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你才能脱下你那虚伪的面具，离开那邪恶，因为我们要亲近良善，我们要领受真理。所以在当中第4节说，你这骗子啊，你总喜欢重伤人。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有没有我们可能会讲一个很漂亮的东西，但是我们是在伤害人，我们用了一些手法，我们是在欺负人。有很多人在讲话都转来转去的，但是常是这边戳你，那边砍你一刀。所以你这骗子啊，总喜欢做这样的事情。因此上帝要彻底消灭你，他要抓住你，从家里把你揪出来，他要从人间把你拔除掉。所以在当中，其实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人。当接下来我们读列王记等等的，会看到有很多是这样的人，当他们生命里面去遇到这样的情况，因为他们作恶。所以圣经里面我们看到，当一个人不听上帝的话，他们可以从摇钱纸钱当中去找出来这个人。其实也不是找出来，是上帝让人们用这样的方式去找出是哪一个支派、哪一个家族、哪一个家庭的谁做了这样的事情得罪上帝。这样的做法就真的是把你从那当中，你躲在那边把你拉出来。所以当上帝在拣选人的时候，可以从那当中找出这个人来，让人们用这样的方式找出来。其实这是上帝已经拣选，已经命定了。而这样的做坏事的人也是一样，上帝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把你揪出来。所以你们讲到说，上帝要彻底消灭你，他要抓住你，从家里把你揪出来，他要从人间把你拔除掉。所以在这里面，让我们去看见，在当中让我们去看见，上帝是明白的，上帝是清楚的，他知道这样的人在做什么事情，他也知道你在做什么事情。所以上帝可以很清楚的明白我们所做的，去祝福你。而这些作恶的，他也可以从这当中把你揪出来。一人看见事而居畏惧，他们要嘲笑你说：看哪，他这是不倚靠上帝的人，他只倚仗自己的财富、自己的邪恶。因此在当中，其实我们也常看到一些人，有时候我们也会说啊，他这是没有信仰的，他这是不倚靠上帝的啊。这样的人其实他真的没有在读经，没有在灵修，没有在来到上帝面前。我们也常常会看到一些人，我们就会觉得其实他的生命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从一些人的作为当中，其实也可以回来看他跟上帝的关系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他这是不倚靠上帝的人，他只倚仗自己的财富、自己的邪恶。确实如此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这样觉得，他的生命就是这样不成熟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愿意这样子来到上帝面前，将它这样摆上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很不一样。所以这边说，这些人他们会这样讲。其实对我们来讲，我们也常可以这样去经验。其实有些人他的生命就是这样子，他的生命。所以当我们要带领一个门徒的时候，
是把人带到上帝面前。当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也是经历这样的事情。所以当我们去处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真的让我们可以更真实的去经历这一些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他只倚仗自己的财富，自己的邪恶。那你倚靠的是什么？所以当我们在评论这些的时候，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其实也不是在评论，而是从这些事情当中回来看，这个人是不是让自己回到上帝的手中，他有没有依靠上帝。所以这也是回来再看前面在说的，这边在讲到说，喜爱邪恶，厌恶良善，爱虚伪，不爱真理。而这里面也看到了不依靠上帝。所以喜爱邪恶，喜爱虚伪，厌恶良善，不爱真理。因此在我们当中，我们要的就是回到主的面前来经历这许多上帝的话语。或许我们以前日子也是这样子，喜爱邪恶，厌恶良善，爱虚伪，不爱真理。有可能我们以前的日子也是如此，但是期望我们接下来不是那样子。我们爱真理，我们真实的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喜爱良善，我们依靠上帝。所以当中真的我们在这里面看到我们的同工，我们弟兄姐妹的时候，也是要回来看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回到上帝面前来，是不是依靠上帝，是不是让自己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交在上帝的手中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谈话的时候，在看到某些现况、某些状况，真的会这样子，所以才会一直鼓励大家，真的我们要读经，我们要灵修，我们要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要进入到这当中，去经历上帝的话语、上帝的祝福，让我们更加贴近上帝，让我们生命被修剪，让我们生命被调整。其实当我们以为诗篇都讲得很漂亮，让我们唱唱歌而已，但当我们看到这些诗篇的时候，其实有很多的教导。其实在这些诗篇当中，也带领我们去领受这些，让我们的生命被调整。在当中，不论是一些哀嚎的、一些赞美的、一些教导的、一些自省的，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层面在这里面。因此在这里面，让我们看到我们要倚靠的是上帝。因此当我们每天来到上帝面前读经祷告，感谢主，我也遇到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分享，他现在在抄写圣经，他现在参与在教会的背经句、圣经测验，或者是开始在读圣经速读的部分了。所以当我们持续不断这样做，这样来操练的时候，我相信我们的生命会越加成熟。许多时候不是牧师在讲什么，而是上帝亲自对你说，不是被牧师要求，而是跟着上帝来走。最后这边他讲到说，至于我像长在上帝家里的橄榄树，我永远依靠他不变的爱。在当中让我们去想，你进到上帝的家里了吗？你进到上帝家里了吗？你有依靠他吗？你有依靠上帝吗？就像诗篇里面其他地方前面诗篇里面讲到说，就像一棵树长在溪水旁，长在溪水旁会怎么样？有水喝，有供应，按时结果子。所以长在上帝家里的橄榄树也是一样，有上帝的供应，常常与上帝同在。所以当我们在当中也是如此，我们在教会敬拜，在家里面灵修，我们每天来亲近上帝，也每天来支取上帝的恩典与祝福，领受这许多的恩典。所以依靠上帝不变的爱，在当中持续不断的让上帝来带领我们，让上帝祝福在我们当中。
我们不再是依靠自己，而是依靠上帝。所以他说，我永远依靠他不变的爱。所以在这里面，在上帝的家庭里面，就像我们住在家里面的时候，爸妈会去照料你的需要，买早餐、午餐，预备好午餐、晚餐，预备好这许多饮料，你需要的东西，上课的东西也帮你预备好。所以当中让我们看到，我们在上帝的家里面也是一样，我们需要的这许多的东西，上帝都帮我们预备好，让我们可以去经历这一些。所以他说，上帝啊，你的作为我永怀感谢，我要在你的子民中宣扬你的美善。而我们的生命有如此吗？我们有来到上帝面前来感谢上帝吗？他说，我要在你的子民中宣扬你的美善。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，在众人当中来做见证。他说，你的作为我永远感谢，永怀感谢。我们有常常来感谢上帝吗？这几年当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，牧师也带领大家首先来献上感谢与赞美。我们献上感谢与赞美，也就是每天在数算上帝的恩典，每天对上帝有这样感恩的心，而在当中不断的诉说，不断的诉说，也就是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的见证，我们要去诉说，要去分享，要让我们的身边的人去领受这许多恩典，领到我们。所以也求上帝的遮盖与我们在我们当中帮助着我们。这边说，上帝啊，你的作为我永怀感谢。上帝在这当中带领我们，我们要感谢上帝。所以在这不断的循环当中，我们更加的来亲近上帝，更多的去经历上帝的作为，上帝的大能，而也在当中不断的做见证，不断的分享上帝在你身上，在我身上的作为。所以我们生命里面常会看到许多的事情，这许多人在作恶，许多人怎么样，当诗人讲到这些之后，最后还是会拉回来，其实回到上帝面前来。我们许多时候会去抱怨，许多时候会跟上帝说啊，为什么我生命是这样子？但是回来也真实的，其实这样的抱怨，这样的赞美，这样的感谢，其实也都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真实的那一面。我们不用都讲那些很华丽的，当然我们也不用每一天都在那边抱怨，都在那边哀嚎，在那边哀叹。我们每天的生命，我们都期盼上帝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生命有更加美好的景况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诗篇第52篇，你看到了什么？你听到了什么？让我们再有点时间来默想今天的经文，来思想今天上帝要对你说的话。
现在主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你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领受你的恩典，你的慈爱永远不变。虽然这世道一直在改变，这世上许多的事情一直在变化，但我们知道你的爱永远不变。现在主，愿我们来到你面前，领受你的爱，跟着你走，领受从你而来的真理，不受这世上的许多事情影响。许多人都在影响我们，甚至许多人在挑战我们。你看吧，就是这样，你的上帝不存在。许多人会作恶去伤害我们，那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去喜爱良善，让我们喜爱真理，让我们渴慕你的同在，让我们愿意将自己仰望在主你手中。亲爱的主，在我们生命里面，这许多的情况你都知道，而在当中，让我们不是成为那些去重伤别人、去伤害人的人，而是让我们成为那祝福别人的。透过每天的跟你的同在的时间，我们生命不断的被炼净，我们生命不断的被你使用，我们生命不断的回到主你的面前来。亲爱的主，恳求你就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。主，我要为了今天来祷告，让我们在今天当中，我们都去经历你。或许我们今天要工作，要上课，我们今天有许多要忙碌的事情，那主，求主你提醒我们，圣灵提醒我们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要带来的是那上主的丰盛，是那美好的恩典与祝福。在当中，我们需要有主你的同在。主啊，恳求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，持续的不断的去经历主你的恩典，让我们像长在上帝家里的橄榄树一样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让我们不像那作恶的人离开了你。主，我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的手中，愿主你与我们同在，愿主你赐福在我们当中。献上我们祷告，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愿我们每天都有一段时间来到上帝面前，给上帝空间，给上帝时间。愿上帝赐福于你。